立法會第3常設委員會繼續討論勞工法案，其中非長工合同只可以續約2次，如果超過2次之後，就會視僱員為長工，而參考其他地區嘅相關法律，喺30日內續約就視為同一合同。李國賢報導。今次會議完成勞工法中第64到66條關於訂立限期合同嘅形式同續期等條文嘅討論。當中，如果僱主冇清楚講明點解用短期合同嘅形式聘請僱員，又或者冇清楚訂明合同嘅標的，合同中嘅員工就會被視為長工。政府代表認為喺法律上已經有足夠嘅規範，一定程度能夠減少被濫用嘅情況。而非長工合同只可以續約2次，如果超過2次之後，就會視僱員為長工。如果有一個臨時嘅呢啲具期合同嘅續嘅期限呢，如果佢續期2次呢，已經係視為一個長工㗎啦。亦都參考咗其他地區嘅一啲相關法律、類似法律嘅一啲規定。好多咧都有一個30天嘅規定，即係如果你係喺30天之內同佢簽第2份合同嘅呢，就視為係一個同一嘅合同。喺合約嘅試用期上，僱主同僱員可以自行協定試用期嘅期限，但係期限唔可以超過30日。委員會亦都開始咗第67條嘅討論，如果從事技術型嘅僱員，佢嘅非長工合約可以容許超過6個月，以及續約超過2次，但係合同嘅上限係60個月，而且需要得到勞工事務局局長嘅批准。